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甲咱怡然之声少年人的现义广告电台。刷落来呢，要请导演杜马斯来甲咱讲一寡伊为开始做即个武艺的即个推插的活动，甲因某嘛共款来做即个工课，伊一寡即个过程，恁是安怎开始的？其实这是阮某甲我斗阵做的，毋是我一个人啊。伊有一个剧团，对，或者乐利亚夹脚拖剧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都是做母语，就是做那个台语的比较多，然后就是也会申请蛮多不同的这个语言的计划啦，因为我们有小朋友嘛，对，然后他是想说，那就是可以做让小朋友可以有比较多接近这个台语的这个机会，就是母语家庭啦，母语家庭，对，所以讲就筹划了很多不同的公告书的活动，用台语公告书，安尼就是当然就是活动做久了就会想说申请一些补助，对，然后来支撑这样子，那你家己是用原住民语对无？你是倒一边的？你是倒一边？我是台语的。是倒一边的？因不是嘛有分？倒位？毋是嘛有分较北较桃园的啦，但是倒位？我是台中的。台中的对，台中的台语。敢有咧？你敢有咧用恁的母语咧做一寡拍片啦，还是讲迄个母语对啊，有，咱今年有一个就是电影前导片，就是也是讲跟这个达彦泰雅族语有关的故事这样子，目前已经也是拍完了，然后准备就是也会有一些预告片这样。就是咱这个节目，莫讲咱是甲人鼓动就是咱这个节目，咱这个计划本底就是讲，其实毋是讲全台语啊，是我个人的坚持，爱家己全台语。来宾若是要讲华语啊，讲伊的族语，讲客语，下通都会使。但是咱阁有请一个 CL 伊就平埔啊，CL 平埔啊，伊会当讲台语已经足厉害啊，对无？就莫就是讲，咱这个节目其实。咱的目的毋是讲敢若迄个敢若纠察队迄款讲你其实嘛毋是安尼，就是大家听一个欢喜听久了就知影讲学母语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像就囡仔若讲毋对，你嘛袂甘骂对无？囡仔若讲毋对，你安怎？但是是讲囡仔拢直敢若用母语咧讲垃圾话，讲迄个歹听话，你要安怎甲教？垃圾话当然是袂使啊。你要安怎甲动？扇脆皮，发现洞，发现洞，说哇，我的女儿会讲，没有啦，开玩笑的。囡仔若是讲迄个歹听话，你免安那，你得安那甲教？会跟他讲啊，就是这个话是不能乱讲的。现在不能讲，因为我们自己。老实讲嘛，逐工在咧讲，有可能囡仔就是听恁咧讲，没有，那是一个情绪的对啦，就是要讲话进前，就要先讲一个迄个声啦、发语啦、发语术啦，按看场合。我岳父岳母应该不会看到，应该袂啦，应该袂。若是别人，恁咧迄剧团要咧带遐囡仔，伊若是讲歹听话，还是讲毋对，你要安怎甲教？别人的囡仔的时阵呢？共款啊，共款，嘛是爱直接甲懂的对，甲他懂，不能因为会，我觉得一个是不能讲啊，第二个是你当一群小孩子在外面一个人讲的时候，大家嗨的时候，全部你一开始没有去挡，那个会渲染，那个就会比较麻烦。这是教囡仔嘛是足麻烦的代志呢吼。
迄工我嘛去因遐甲做迄个台语的导览，就是带一支囡仔。迄工佫落雨，佫歹带。你着感觉讲囡仔到底对这是有兴趣无兴趣？有几个是听甲足详细，佫甲你提详，有几个就是伫看手机啊，就是。而且迄个因的年纪佫是为迄个还无读小学啊、国校啊，一直到国中的拢有。因即摆的囡仔世代已经无共，咱较早是差不多3岁5岁一个世代嘛，就是讲差不多3岁5岁中间，大家看的即个漫画也好啦，拍电动也好，其实拢差不多，拢相像。毋过即摆毋是呢，即摆可能一年就一个世代，嘿啊，拢前差足济。恁咧创的时阵，恁咧创一寡，亲像读故事啦、读绘本啦，这个部分你要安怎家己用一个，互大家有法度注意，甲注意力放伫恁的身躯顶安尼，甲囡仔注意力吸倒转来。其实我们那时候营队是有分2个梯次，一个是年纪比较小的，较细，一个是较大汉的，但是报名的状况变成就是可能后面会，因为后面可能人数不够，或者是前面报的太多，所以后面就是像唐末，后来你来的那一趟就变成稍微有一点混龄。我咧看相片的时阵，有的老师嘛是带着无共款，就无共款年纪的其他的老师嘛有安尼，嘛有，对，安尼就较困难，较歹带，较歹带，你咧拍这电影，你讲前导片的这个电影，伊的故事是啥物故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剧本是义珍，我太太写的。然后这个是发想是在大概2012年，赛德克巴莱，赛德克巴莱那个电影刚好上映的那一段时间，这样子是2012吗？或是更早？差不多。然后我跟我们家人，包括我太太，我们去吃烧烤店，就是吃到一半的时候，烧烤都会有服务生嘛，对。然后服务生都会帮忙烤，然后我们就会闲聊，烤的也不错啦，就是闲聊的时候，我们就问他说，那你有去看？你刚有去看赛德克巴莱？然后伊讲，什么是赛德克巴莱？伊讲迄出拢无讲话的电影，迄好阿波卡猎头，他就说。他就说，我们就说，有恭维啊，都有讲话。他说没有啊，他说那个电影都在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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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突然想说就是到现在这个时代，其实还是有人会觉得不同的语言，就是他觉得那个不算讲话的。对，所以后来就是跟义珍啊，就觉得那这个可能就是他们可能觉得我们的语言是在胡言乱语。对，就是巴拉巴拉巴拉这样，然后我们就用这个发想去写了一个故事，写了一个从一个类似喜剧啦，喜剧跟爱情跟奇幻，那就是说一个在部落的青少年，他考上大学，然后到城里面去念书，然后后来因为可能大学生很喜欢就是去玩喝酒，后来喝完的隔天，他醒来之后，他只会讲泰雅族语了。啥物酒遮好，我嘛要啉者。但是他旁边的同学都觉得他是丢高，他是中邪，然后可能会带他去这个庙里面收金啊，尝试各种方法，然后他就要解释说，其实他没有，他是在说族语之类的，对对对，然后是用一种比较诙谐，然后也拍得出来的奇幻片的概念这样子。对对对。这嘛是趣味哦，这个剧本是会拍做电影对不？是电影还是连续剧？先前导片啦，然后再看有没有想要投资的。变做电影对对对。就是这个故事，其实我就想着讲，你细汉时敢是住伫部落，敢有？对，嘛是嘛，就住部落，毋是住市区嘛吼。因为足侪住部落的囡仔吼，我毋知我看迄个样本数可能无够，毋过我聽到的，甲我看到的是有足侪部落的囡仔，伊到
都市了后，看到都市的囡仔，伊就欣仙啦，安怎拄安怎有厝啦，赛车啦，用迄个佫骑迄个重机，迄有诶无诶，伊就较兴趣。伊就家己原本的文化，莫讲是母语哦，有可能是啥物基督教的文化、天主教，伊拢放弃啥，伊都变做都市囡仔。就这即款的例着无？恁部落迄边敢有？敢是安尼？我们部落那边因为蛮早期，就是中横公路那边，所以它交通比较流通，所以我就算在山上的话，就是也会觉得部落其实没那么部落，就是因为我们部落有就是原住民嘛，然后闽南人、客家人跟外省，而且这个都蛮平均的。反而是如果是我母亲的部落是在新竹的五凤，很深山，他们那边就回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很像就是泰雅族，就是两边虽然一样都是部落，但是其实受那个就是文化或者是受到这个就是阶级啊或社会的流动的那种感觉，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讲你来到都市的时阵，恁的同伴甲你共伙的人较无即个状况，就是去欣仙。对啊，因为我听到的嘛是咧花莲迄边啦，较后山迄边，因就足侪真正是来到都市伊就应该我感觉迄人规个人就迷失啊。另外一个世界，对，伊就迷失啊！即款的案例，恁家嘛有听过啦吼？嘛有听过啊。对啊，恁敢有想讲要参像拄着即款囡仔，你要安怎？伊有可能已经毋是囡仔，伊可能已经嘛大汉啦。要安怎互因继续过来重视家己的文化、家己的母语安尼？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自己去发掘，因为他如果长期在部落，他到都市。看到这一些，搞不好只要是能够让他继续前进，会让他生活变得更好的，我觉得也不是不行啊。对对对，或者是他到某一个阶段会突然想要回到自己的想厝的时阵，过年的时阵，迄个等到有年岁的时阵才安尼，40-50岁的时阵，伊就会想厝啊安尼。对，也许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因为很难说啦，就是我们。原民其实有时候都会把一些任务强加在自己的身上。我们的时间是一样的，对。但是我们很多人还要在想说去传承、去什么的，就变成我们可能某部分的时间就会比较少，我们赚钱的时间可能就会比较少，我们要开发的时间可能就会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对或是错，对。但是就是看大家怎么样在那个阶段去做一个。而且算起来就是人数嘛较少，本地咧台湾人数都较少啊，真正要甲代志做好啊，真正有做出一个势，其实嘛是较困难，对啊，就是佮加上讲有足侪人会感觉讲，恁的语言伊都听无啊，一句拢听无啊，都毋是咧讲话啊，无文化啊，啥物即款的状况其实较大也阁有呢。你莫讲2012年的时阵，迄个赛德克巴莱，甲即马阁讲啊，阁有呢。你敢有感觉到？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会有，像我自己，我的雅基就是泰雅族语的阿嬷的意思。他们那种受日本教育的，然后就是他有时候都会跟我说，他有一次跟我说学族语干嘛？他说学日语或者学华语，就是能够赚钱，能够做什么就更好。对，就是他那个时代的想法，因为我觉得过去应该。大家对原民的，就是会觉得印象就是可能文化水平低落啊，或者是就是比较没有进化或什么，所以他们在遭受这些标签的时候，他们想要翻，他们想要翻转，他可能会，比如日本人来统治的时候，他们想要像日本人；国民政府统治的时候，他们会想要像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对，就是他们就是要翻转他们在底层的，就是比较未开化的那个形象。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老一辈是这样子，但是到我们这一辈，可能就是我们想要回去，想要去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这样子。就是咧美国吼嘛，有一寡黑人电影，其实嘛是咧拍即个主题，就是迄个黑人，伊可能是足侪即款电影，足侪剧情，就是迄个黑人，伊可能是
拄好去撞到一个机会，会当伫白人的社会徛起，伊就无要转去黑人迄边啊，伊就要做一个敢若白人社会、白人文明的迄款，结果剧情当然嘛是搬到尾啊，就去当厝的时阵去用老爸老母哭死一个，就知影讲啊，原来是我是黑人，或者是讲会咧外口假做一个白人型，结果人家讲啊，你就是黑人啊，你根本就是伊就。两边都毋是人，拢毋是人，嘿啊，即款问题嘛是吼，咧种民族啦吼，种族的问题，其实拢是全世界拢是共款啦。就是亲像导演讲的，其实有当时啊，咱毋是讲一定讲你着爱安怎拄安怎，一定爱学，你着爱迄个。其实这嘛是一种烦恼，毋过即个烦恼若是直甲阮的下一代安尼甲讲，其实嘛是因嘛会感觉足落的，就是豆豆啊放先放一寡趣味的，但是你去拍迄电影，就趣味，若是有人看着讲对吼，我着甲我的族语拢袂记了倒一款倒有即款酒，会当啉者，甲族语搁学倒转来安尼。若是有人想到即项代志，伊自迄日开始，伊就开始去讲伊的族语，讲伊的母语啊。其实这就是一个真好的一个影响啦吼。莫讲一定爱教育恁要安怎爱去学若是毋讲族语、毋讲母语、毋讲台语，就甲你压起来讲啊。太说教了，太说教了。即摆有足侪作品也好啦，吼，一寡老师也好，其实因是惊啦，惊讲真正会无去啦，而是心较急啦。毋过咱是甲时间放一个较长的来看吼，其实放一较长的其实人到一个年岁有真正的。就讲无好来转啊，系啊，你敢有定定转去？恁迄个差不多一个月还是爸爸迄边？你看定定转去，对啊，算蛮长。系啊，对。中横毋是有一段时间拢袂通，还是有通到恁遐过关，然后到那个梨山，对，那个一直都不通啊。是有通到恁遐就对。恁后搁较青山就无通着对。有通，但是你爱有通行证。要住在那边的就可以过。住遐才会当过的对。我们一般没有，我们没有住在那边就没办法过。要住户才会当去的对啦。就是我毋知听众朋友恁的年岁差不多拢是咧啥物坎站啦。其实我嘛30几岁尔，其实也毋过。差不多前一阵啊，我就甲阮弟弟讲，因为阮较早细汉捌伫宜兰遐有迄个祖厝嘛，即摆嘛有啦吼，祖厝伫遐放假的时阵，拢会讲去宜兰佚佗，去看阿公阿嬷。尾来我讲阮就计开讲去讲，奇怪迄个时阵咱无住咧宜兰就好，空气遐好，风景遐好。阮住喺宜兰毋是市区，阮住喺内山就是门拍开，就是田，拢是水田，拢种稻安尼，青。迄当阵佫无迄个啥物高级的农舍有无？嘛无啥物民宿。其实迄个时阵住起来，其实真正是真舒适。即马迄个啥雪山隧道佫开啊！其实有一寡朋友伊就是台北宜兰安尼走。阮阮小弟就讲哪会无安尼继续住？毋过阮小弟就讲因为其实迄个时代就敢若你亲像你讲的，导演拄则讲的，就是有一个时代的限制。伫迄个时代时阵，咱会想讲，我会留咧市区，我会留咧都市，我会留咧遮拍拼趁钱都袂想着讲留咧遐，因为留咧遐其实。讲一个较歹听的嘛，毋知要创啊。除了落田，阮兜佫无田，阮兜若要做田，佫爱甲人迄落嘿啊租啊，对，那无田通好做，嘛毋知要创啥，嘿啊，其实嘛是一个问题。住咧部落的囡仔，应该嘛是有的人嘛毋知要创啥，较无迄落做工课机会，对无？我觉得主要还是回去，还是要看地方的产业。对啊，没有产业硬要回去。还是有困难的。对哦，嘛袂使直靠补助，袂使直靠补助。你爱有一个商业的即个模式啊，商业模式，爱家己会当即个自产自销也好啊，安怎拄也好，你爱有生产力啦。你无生产力，咱有当时迄个咱即个
平地人嘛会讲，即嘛是较少啦。较早有一寡平地人，其实伊就原来嘛汉人底，伊就讲你原住民代毋去山顶啊，怎多？嘿，对无对无？很常听到。嘿啊，我想讲，甲你啥物地带啊？你又嘛袂讲一句台语啊？你是迄种啊？我呛啊！我才有资格按甲呛下。好啦，真欢喜今日吼会当甲这个杜马斯吼会当开讲讲遮济，这其实是因为吼这个阮较早捌交过一寡朋友啦、同学啦吼，其实是原住民，所以拢甲因嘛是咧开讲啊、食饭的时阵，都会就想要了解因的生活是安怎有当时嘛会对因去因厝内细细看看啊，住一两暗嘛所以讲。才会请对杜马斯来做伙来甲咱开讲。好，咱这是语言之声少年人的现义广告电台，咱后一届空中再会。再会。